近期因為動畫電影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大熱，令哪吒爆紅。其實哪吒嘅古仔同劇集都睇過唔少，喺好多作品中佢都係一個生得似女仔嘅叛逆少年英雄，腳踏風火輪隨魔捉妖。到底哪吒係乜嘢人？係唔係真有其人呢？佢同孫悟空、紅孩兒又有乜關係同埋共通點呢？今次集學堂就同大家講一下哪吒到底係乜嘢人。集學堂，哪吒是誰？來自哪裏？首先，我哋嚟講講哪吒係邊個。哪吒喺中國神話入面係一個好出名嘅神子，不過哪吒嘅根源其實同佛教有關。帝釋天魔下有四天王統領世界，四天王嘅太子有驅鬼神嘅能力，哪吒就係北方天王毗沙門天嘅三太子。而根據以色列學者夏維明教授嘅講法，哪吒嘅名稱來自印度神話，佢係北方護法神夜叉王俱毗羅之子。俱毗羅又稱多聞天王，與佛教毗沙門天王相通。哪吒呢個譯名係由羅鳩婆羅演變而成，不過由於哪吒是以蓮花再生，所以都被公認為原出自佛教。後來哪吒嘅故事傳到中國，慢慢同道教嘅神仙體系混合，再加上民間小說，就變成現在大家熟悉嘅哪吒三太子。哪吒的成名故事。哪吒喺小說《封神演義》同《西遊記》都有出現，但佢嘅經歷就有啲唔同。喺《封神演義》，哪吒係靈珠投胎，成為李靖第三個仔，母親懷孕3年6個月。出世嗰時係個肉球，李靖以為係妖怪，用劍劈開，裡面出現嘅嬰兒就係哪吒。之後太乙真人收哪吒為徒，有一次去東海玩水，哪吒同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起衝突，唔止打死咗敖丙，仲抽佢條龍筋出嚟做腰帶要送俾李靖。呢段就係哪吒大鬧東海龍宮嘅著名故事。事後東海龍王上告天庭，仲嚟到陳塘關興師問罪。李靖因為呢件事而想殺死哪吒，向龍王請罪。哪吒憤怒之下，刮肉還母，剔骨還父，當場自刎。後來太乙真人用蓮花同蓮藕幫哪吒打造新肉體復活。喺《西遊記》，哪吒係被如來佛祖用蓮藕幫佢起死回生。不論喺《封神演義》或者《西遊記》，哪吒同佢父親托塔天王李靖都係和好收場，過程都同寶塔有關。而之後李靖同哪吒經常一齊去降魔伏妖，曾經2次被玉帝受命去花果山討伐孫悟空。而家好多哪吒嘅電影同劇集都係改編自大鬧東海嘅呢段故事，而《封神演義》改編嘅影視作品亦都會有哪吒。哪吒的神力與武器。哪吒嘅神力同武器喺《封神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同《南遊記》都大致相同，有超凡神力同戰鬥力，可以化身成3頭6臂嘅戰鬥形態。佢有蓮花化身，喺《封神演義》仲係不死之身。而佢嘅武器同法寶都唔少，唔同作品都有少少分別。最出名嘅一定係風火輪，哪吒嘅坐騎神器，踩喺雙腳可以快速飛行，令佢迅速移動。混天绫，一條紅色嘅領帶，可以隨意伸縮，用嚟捆綁敵人。火尖槍，鋒利無比嘅長槍，哪吒嘅主要武器，可以噴出火焰攻擊敵人。乾坤圈，一個金色嘅圓環，可以變大變細，可以投擲出去攻擊敵人。以上係哪吒喺《封神演義》同《西遊記》都有用嘅 signature 武器。喺《封神演義》，佢仲有多幾樣武器，有一對陰陽劍，仲有純金打造嘅磚用嚟投擲敵人，仲有九龍神火罩，內藏9條火龍嘅強大法寶。火龍可噴出3枚真火，將妖魔燒到現出原形。神火罩原本係元始天尊嘅法寶，佢傳俾弟子太乙真人，太乙真人再傳俾哪吒。喺《西遊記》，哪吒就多咗斬妖刀、砍妖刀、降魔杵、繡球同駁妖索。
都係降魔滅妖用嘅武器。而喺南遊記嘅哪吒就變成騎白馬，身穿八寶獸盔甲，手持長槍，身上有9節銅鞭同埋花繡球。基本上哪吒嘅武器同法寶都係來自佛教同道教。哪吒與民間信仰。哪吒因為民間信仰同故事，有好多唔同嘅稱號。我乃哪吒三太子。例如三太子、太子元帥、火輪天王、通天太師、威靈顯赫大將軍、三壇海會大神等等。因為佢係玉皇大帝手下統帥5形神將嘅領導者，企喺中間 C 位，所以亦被稱為中壇元帥。喺中國南方、台灣、香港同東南亞一帶，好多地方都有哪吒嘅廟宇，例如澳門大三巴哪吒廟同埋香港九龍深水埗三太子廟，都係主要供奉哪吒。喺台灣各地都有好多供奉哪吒嘅廟宇。哪吒被認為係保護神，特別係保佑平安、驅邪避災嘅神明，一般會向佢祈求勇氣、正義同埋戰勝困難嘅力量。亦有人會祈求哪吒保佑孩子健康成長。哪吒與齊天大聖。哪吒同《西遊記》主角孫悟空其實有唔少相似，佢哋都係反叛英雄。哪吒反龍王同老豆，悟空就大鬧天宮。佢哋兩個戰鬥力都超高，又有自己嘅專用標誌性武器。哪吒有風火輪，悟空有金剛棒。重點係佢兩個都有不屈不撓嘅精神，改邪歸正兼歸順天庭，成為大神仙。喺《西遊記》，哪吒同孫悟空曾2度交手，哪吒未贏過。後來喺取西經過程中，佢哋都有合作降魔伏妖。有啲人可能會將《西遊記》嘅紅孩兒同哪吒當係同一個人，其實紅孩兒係牛魔王同鐵扇公主嘅兒子，可能因為佢兩個都係紅色為主，而且同樣係火屬性神力，而且都係少年形象，所以先會混淆。哪吒嘅故事改編咗好多電影同動畫，例如1979年嘅哪吒鬧海，同2019年嘅哪吒之魔童降世。點解哪吒咁受歡迎？因為哪吒挑戰權威，追求正義，最終成長為一個真正嘅英雄，引起咗好多觀眾嘅共鳴。而且哪吒嘅故事融合咗道教同佛教嘅元素，具有深厚嘅文化底蘊。另外，哪吒嘅故事充滿激烈嘅戰鬥同華麗嘅神力展示，好適合改編成電影同動畫，仲可以加入現代元素。咩時代都啱講，可以話係一個歷久不衰嘅角色。今日講咗咁多關於哪吒，大家有冇多咗了解呢？佢從神話到文學，再到影視，真係好有魅力嘅一個人物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記得讚好同分享俾朋友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訂閱頻道係免費嘅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